到了妓院。你是为了跟他私会吗？你还是想跟他走？早点回家休息吧。你先回去吧。我们缘定今生，情分决定在了今生，用痴心等待和你在。李欢，李欢，你怎么在这儿啊？我喝了。怎么了？我要回去。走。李欢，我要回去。哎，小心！你慢点儿。小凤，你先去开门吧。妙芝，来，妙芝，快来救朕！快来救朕！妙芝，来救朕！来救朕！妙芝，快来救朕！小凤，他到底是什么人啊？救朕！我表哥。他发烧了，这样，你现在赶紧去找件衣服，给他把这件湿衣服换下来，然后你去找一条干毛巾，我给他擦一擦。嗯。啊。嗯。哎，家里有感冒药吗？没有。这样，你去把这个毛巾给湿一下，然后给它放在头上。啊。朕要回宫，朕要回宫。家业，你这淫僧！来了。朕要杀了你！给我。哦，给他把被子盖上吧。嗯。小凤，他应该不会有什么事了，让他盖着被子睡一觉，出点汗就会好了。谢谢。这样，我先走了。我送送你。小凤，我想问你一个问题，就是你哥为什么老称自己是朕呢？叶佳，我能给你讲一个故事吗？有一个女孩，自己出门去旅游，在到达莲花山大天坑的那个地方的时候，突然有一股龙卷风把她卷入其中，通过时光隧道，就回到了古代的皇宫中，稀里糊涂的就成为了皇上的妃子。但是女孩并不开心，因为皇上的几个妃子百般的陷害她。后来女孩得了一种怪病，皇上就将她送到了皇家的家庙去养病。在家庙中，女孩就遇到了一个和尚。那个和尚长得和你一样。在和尚的精心照顾下，女孩的病渐渐就康复了，并且也深深地爱上了和尚。于是这个女孩就给他做了一顿肉素斋，害和尚破了戒。尝尝我做的素斋。在一个雷雨交加的夜晚，女孩和和尚终于发生了肌肤之亲。后来女孩告诉和尚，自己是从现代穿越到了古代，她很想回家。和尚曾在一本经书上看过有关多维宇宙的记载，他为了能让女孩回到现代，独自一个人去寻找通往现代的通道。芳芳，你在哪儿呢？
真要找你算账！你竟敢把朕卖到妓院！峰峰，给我出来！出来！就在女孩与和尚将要到达目的地的时候，皇上带着御林军也赶到了。皇上用剑刺向了和尚的胸口，女孩似乎听到了和尚骨肉分裂的声音。突然间，天空乌云密布，皇上跟女孩就一起穿越到了现代。家业，家业，啊，对不起，叶家，我叫错了。那，然后呢？没有然后了。贱女人，你竟然把我卖到了妓院！你是为了跟他私会吗？贱女人，你竟然把我卖到了妓院！你是为了跟他私会吗？还是想跟他走？李欢，你冷静一点，让开！你冷静一下。松开！叶家，你快走！我们是不是有什么误会？叶家，你快走！你快走！松开！李欢，别走！你疯了吧你？你有什么火？你冲我来！你现在赚钱了，自立了，我们互不相欠了。你是不是看到那个银僧就看我不顺眼？你这个水性杨花的贱女人，我就偏不让那个银僧得逞。朕从小被立为太子，10岁登基，95之尊，高高在上，万人敬仰。你竟敢打朕！你居然为了那个奸夫，在朕生病的时候打朕！那我呢？你是怎么对我的？我生病的时候，病得快要死的时候，你不但不照顾我，你还在大张旗鼓地娶别的女人，把我打入冷宫，我差点被冻死、饿死。你有关心过我吗？我不小心偷看到你跟别的女人苟且，你就当众打我。我顶撞皇后，你还是打我。你一次一次又一次的打我，你这叫关心我吗？什么叫水性杨花？什么叫奸夫？什么叫贱人？哼！要不是家业治好了我的病，我死的时候，说不定你在跟哪个女人叉叉圈圈呢。我喜欢家业，我就是喜欢家业，我根本就没有喜欢过你，就好像你根本也没有喜欢过我一样。冯昭仪只不过是你几千个老婆中的一个，你喜欢陈皇后、八美人，所有的嫔妃。你要是真正的喜欢冯昭仪，你怎么会同时喜欢上那么多的女人？你没资格跟我讲喜欢与不喜欢，那不叫喜欢，那叫滥情，不，叫滥性。冯昭仪只不过就是你的泄欲工具而已。我告诉你，在皇宫里你蹂躏的那个身体，不是冯峰的，是冯昭仪的。我跟你半毛钱关系都没有。不可理喻！你放手的决定如此干脆，
穿过山，关上门，头也不回。惨白的月光下，尽是狼狈，心事被晚风打碎。握不紧你的手是我不对，太用心的面对，让你太累。无端的去回忆，徒增伤悲，我独自不醉不归。我哭泣的眼泪你无所谓，看不清你心里究竟爱谁。抹不去的回忆难以入睡，留下我独自伤悲。我哭泣的眼泪你无所谓，黑夜里我独自倾听心碎。你把我的迷梦彻底打碎，只剩我独自面对。皇上，握不紧你的手是我不对，太用心的面对，让你太累。无端的去回忆，徒增伤悲，我独自不醉不归。我哭泣的眼泪你无所谓，看不清你心里究竟爱谁。抹不去的回忆难以入睡，留下我独自伤悲。我哭泣的眼泪你无所谓，黑夜里我独自倾听心碎。你把我的迷梦彻底打碎，只剩我独自面对。我哭泣的眼泪你无所谓，看不清你心里究竟爱谁。抹不去的回忆难以入睡，留下我独自伤悲。我哭泣的眼泪你无所谓，黑夜里我独自倾听心碎。你把我的迷梦彻底打碎，只剩我独自面对。这哪里是人住的地儿，简直就是狗窝。金窝银窝比不上自己的狗窝，打扫出来就好了。你扫地，我擦。朕乃九五之尊，高高在上，万人敬仰，我才不干！这么脏的房间，我一个人怎么打扫啊？这是奴婢干的活。狗皇帝！那旁边，没看见吗？桌子那儿还有一个，哎，眼睛不好使吗？真笨。以后没本事就别逞强。你有本事你干啊！我是一国之君，我能干这活吗？李欢，我告诉你啊，这房子是我租的，钱是我花的。你要是想住在这儿，要么扫地，要么滚。
活啊？那，扫。对，就这么扫，就这么扫。那儿有个粉色塑料袋，那儿没看见吗？那。居然偷吃我零食，好不好吃啊？我的零食好吃，还是你皇宫的美食好吃啊？味道特别怪，不知道吃进肚子里安不安全。你把我零食全都打开了，那我吃什么呀？我饿了。你想吃什么？我想喝甜甜的豆浆，香脆的油条。油条乃何物？自己出去问，快！哦1、2、3。此乃油条。是啊，要几个？我要4个。好，那给你钱。好。OK， 好，下一场，安妮，该你上场了。你们两个，跟你们讲啊，这场戏呢有一个接吻的镜头，你们两个接吻的时间呢要长一点，明白吗？明白了。好，就这样，各部门准备了。拍了啊！各部门准备，做好准备啊！哎，导演，那我们就实拍了啊！好，实拍啊！来，好，准备，现场保持安静，准备啊！保持安静啊！准备，好了，可以了。什么戏啊？哪那么多废话呀？看就是。开始。皇上，安妃啊，好久不见了，让朕好好看看。哎呦，安妃啊，多日不见，你怎么瘦了？
饿死我了。狗皇帝怎么还不回来？不会是迷路了吧？上阵抱抱。妙芝，住手！妙芝，妙芝，你谁啊？神经病啊！你怎么在这儿，妙芝？你疯了！导演，是真的，这怎么回事啊？是谁呀？你是真的皇后，妙芝，赶紧把他拉走！拉走，拉走！妙芝，走，干嘛的？捣什么乱呢？走！赶紧走！大胆狗奴才！别乱来啊！想造反吗？我把朕诛你们九族吗？有病！赶紧给他弄走！赶紧把他拉走！把我们道具放下！李欢，还愣着干嘛？赶紧拉走啊！谁再敢阻止朕，朕第一个灭了他！李欢，你在这儿干什么呢？有犯病，给我走！峰峰，你看这是谁？这又是谁呀？这个？他是你朋友是吗？赶紧走，带走啊！妙芝，多轻狂啊！这个！干嘛？我干什么？啊！放手！放手！哎，有病！又来一个疯子！朕不能走，漂亮！弄！妙芝，朕的皇后！妙芝，文妮，你没事吧？没事。没事就好。那我们就开始吧。继续啊！没事了。各部门做好准备啊！刚才到哪儿了？来，在这儿。啊，行。你干嘛跑啊？给你豆浆油条。我才不吃呢，都凉了。你是不是有病啊？你想让人家把你送到精神病院去啊？精神病院是何地？就和你的皇宫一样，一个正常人去了，都会变疯了、傻了、二逼了。小公狗，可算见到你日思夜想的皇后了，开心死了吧？可是他根本就不认识朕，她是朕的陈皇后吗？瞧你那副失魂落魄的样子，哼，跟段正淳一个德行。段正淳，何许人也？就是宋朝云南大理国的王爷，他有很多个女人，一段时间就换一个，对每个女人都是真心真意，对她们殷勤备至，情真意切。他总有办法让女人觉得自己才是他的最爱，他的唯一。但实际上呢，他有很多的最爱和唯一。像不像你啊？这就对了，男人就应该三妻四妾。色狼。何为色狼？色狼就是你这样的，见到女人就想叉叉圈圈。我可不同，我从来不强迫任何女人，包括你。啊呸！千年的色狼，你在这装什么三贞九烈、纯洁的小处男啊？你在皇宫的时候不就喜欢跟不同的嫔妃叉叉圈圈吗？还装无辜，你当自己是纯洁的小百合啊？世上怎会有你这等女子？我就这样，有本事别跟着我。哇！他们让他们看见，管他们。哎，别看了，让我看看。哎呀，别看了！哎呀，你躲开！我们走吧。干嘛呀？人家亲热人家的，我做我的。人家亲热都不怕被人看呢，我怕什么呀？你还是不是女人呐？不知羞耻！谁不知道羞耻了？谁在古代的时候有3宫6院的泄欲工具？到了现代，跑夜总会也算是3宫6院被人泄欲。哎，李欢，你牌子是几号啊？那些富姐青睐你不？你还是女人吗？有没有人翻你牌子啊？啊，我是穷人，我都不知道那些富婆是怎么玩乐的。可恶的女人！
不会吧？根本就没有人翻你牌子啊！哎呀，我说你呀，看看你这副德行，自己什么鸟样你自己不知道啊！唉，一旦没了皇帝的身份，谁还能喜欢你啊？谁说的？有2个女人翻我的牌呢。行啊，哥们儿，有前途啊！哎，你跟我说一说，他们都是怎么跟你玩的？等我有钱了，我也去耍一把。你胡说什么？一个女人怎么能这样？去消费，找死啊你啊！现在都什么混乱的时代，女人天天想着嫖男人，你，朕诛你9族！哼！又来了，又来了！你这个千年僵尸，可惜呀，你那个荒淫的暴君时代已经过去了。哼！干嘛？笑得那么淫荡？你吃醋了？我吃醋？我呸！你当你是谁啊？别以为谁都稀罕你，你是我什么人啊？我是你丈夫，天经地义的丈夫，嫁过聘的。滚！有多远滚多远！我告诉你啊，冯昭仪才是你的小妾呢，我不是。你这副臭德行，让我想起了鸡爪子。你想吃鸡爪子？我去给你买。还不快去！去啊！怎么才回来？我都已经做了500个仰卧起坐了。快吃吧。你也吃？哦。真贪吃。你不贪吃，你还吃？啊！又想你的陈皇后呢？他不认识我了。李焕，你知道我为什么总是跟你吵架，总是气你恨你吗？为什么？因为我不是你的冯昭仪，我只是一个现代社会的人。其实你心里都知道，就是不愿意承认，对不对？1年以前，我独自去旅游，去了莲花山大天坑那个地方。突然，来了一团黑漆漆的乌云，一阵龙卷风卷过，不知道怎么回事，我就被卷到龙卷风里了，然后就听到了水声，感觉快要窒息了一样。爱妃，爱妃。当我醒来的时候，就发现自己在水里，被人救了起来，然后就听到周围不断的有人在叫我“冯昭仪，冯昭仪”。原来朕的冯昭仪真的已经死了，你只是附到了冯昭仪的身上。所以你知道，我根本就没有骗你，我在皇宫里说的那些话也都不是疯话。我知道，你爱的冯昭仪死了。你今天见到的那个演员，你认为她是陈皇后，其实她只是跟皇后长得很像的一个现代人而已，就好像我跟冯妙莲长得一样，是一回事。可是我有的时候又不恨你，
因为你稀里糊涂的来到我的时代，我深切的知道那种滋味。峰峰，我是不是已经回不去了？我该怎么办？从头开始。从头开始。对，你是皇上，从来到这个世界起，你就经历了刀林剑雨，人类所有的阶级斗争和爱恨情仇，你都经历了，还有什么能打败你呢？现代的社会对你来说太简单不过了，只要你对自己有信心，一定可以活得很好很好的。我们随便逛逛吧。次品，这些都是次品。这个怎么样？好看吗？走吧。啊，干嘛？有什么好看的？你好，欢迎光临。你喜欢这个？小姐，您的眼光真好，这是本期的新款你好，多少钱，28000元。还有卖花的呢。你看，那个叫蓝色妖姬，好看吗？这花多少钱1088元。那边那个也挺好看的，走。峰峰，虽然这些东西我现在买不起，但是将来我会把你今天看到的东西全部买下来。不，比你看到的那些还要好。那么贵，买它干嘛？吃不能吃，穿不能穿，又不是暴发户，啊，哪像你以前啊，那么多龙袍，每件龙袍都那么昂贵，比那裙子贵上何止10倍100倍，你才是最大的暴发户，土豪奢侈哥。朕的龙袍前后有4对5爪龙组成，每条龙上面都会缝着细细的东海珍珠。那得多少颗珍珠啊？1万颗，冬季的则是10万颗。哇！龙袍的面料呢是丝绸菊，耗时2年，极品绡丝，用的是金线3两，价值2万2白银。2万两，换成人民币得多少钱啊？我要是有一件龙袍，那就发大财了。龙袍没有，有盔甲呀。盔甲，用不上吧？我们这时代穿不上了。啊，腿好酸啊！我们在这坐一会儿吧。啊，峰峰，马上就到家了，要不我们去那边坐车回去吧？坐车不花钱啊，休息一会儿就好了。我背你。皇上背我，我可承受不起啊！快点。那谢谢皇上啦。啊！皇帝背了我，我好荣幸啊！
李欢，你来这儿这么久了，你喜不喜欢这里啊？鬼才喜欢这个地方。你是不是很想回去啊？我失踪了这么久，太子估计也继位了。我回去之后，必定会掀起一场腥风血雨。如果你永远都回不去了，你最想在这个世界上做什么呀？成为世界第一富豪。峰峰，你呢？我想挣500万，然后买一套大房子，就不用经常搬家了。还要一个很大很明亮的书房，大大的书桌，大大的书柜，还有一个漂亮的花园。你就这点志向，没出息。我还想找一次牛郎。嘿，你还敢说？还说？嫁！家业，家业，家业。银僧，你是谁？为什么来找我？这个女人明明是我妃子，和我爱妃亲热，没什么不对吧？干嘛呢？小公公，你信不信我把你打成活公公？你敢辱骂欧大朕？你是朕的爱妃，朕跟你上床是天经地义的人伦，这怎么了？谁是你爱妃？谁是你爱妃？狗皇帝，狗皇帝！我告诉你啊，也就我娶了你，要不然哪个男人会看上你这种母大虫啊？我告诉你，以后我们国家会有1000个光棍，100个男人排着队来娶我，我也轮不到你。那你快等着吧，等100个男人来娶你吧。你以为我真的对你感兴趣啊？一点女人味都没有。你放屁！你放屁！你睁眼睛说瞎话！我怎么没有了？我怎么没有了？
好香啊！太阳从西边出来了，会洗衣服做饭了。这有何难？学呀！小公狗，学得挺快啊。你以为都跟你似的？蠢女人，这又不是什么高难度技术活，快吃吧。太好吃了！我做的肯定比你做的好吃吧？可不嘛，比我做的好吃多了。但以后做饭这活儿就交给你啦。你都会用洗衣机啦？这有何难？2、3下就学会了。哇，变聪明了！我是谁啊？我从小被立为太子，10岁登基，9五之尊，高高在上，万人敬仰。这天高不够你这只鸟飞，这地阔不够你这匹马跑，我这浅水区也容不下你这只大龙王啊！赶紧在我眼前消失吧！哎，蠢女人，给我找个工作吧。选工作了？想挣钱啊？没问题啊。你有学历吗？学历是什么？学历呢，就是你学习的一个证明，比如说大专大本、研究生、博士。在我们这个社会，工作必须得有学历。这算什么呀？从我出生以来，都是全国最有学问的人来教我啊！你们这儿应该叫做精英，全国所有的精英都来教我。我从小就受到超级教育，而且看书啊，一目十行，过目不忘，理解力超强。你说你从小读书好，悟性高，自认为非常非常的聪明，可在我看来什么都不是，差得太远了。啊，我原来还在担心你能不能适应这个社会，看来我的担心纯属多余啊。不出3个月，你肯定会对这个社会完全的熟悉，你的聪明才智一定会有用武之地的。当我瞎操心了。你担心我，那就对了，因为你是我老婆。不要脸！刷碗去。饭是我做的，还要我刷碗？你是皇上啊，你是精英啊，这刷碗不太容易了吗？咱俩分工不一样，我搞创作，你刷碗。谢谢皇上。进。谢谢。我也想学电脑。你学电脑干嘛呀？你已经有一个神一样的脑子了。要是古代就有电脑就好了，我只要给我的大臣部门发一个邮件就可以了，或者直接跟他们语音，然后部署计划。行，我一会儿呢就给你申请个 QQ 号，这样你就能跟你的大臣们聊天了。
我就是开个玩笑，你别生气呀。你快出去吧，别妨碍我工作了，我还得赚钱养活自己呢。在你们这个时代，女人都能养活自己，那男人干什么？大多数女人是这样的，嫁给一个有钱的老公，就可以在家当全职太太或者是阔太太。但是现在根据中国的国情来说呢，大多数的男人现在都养不起老婆和孩子，所以就需要夫妻共同的收入来养家。一般男人呢，挣了钱就要交给老婆的，让老婆统一安排。男人赚了钱要交给老婆？那女人干的工作是和男人一样的吗？好多女人都是男人的上司呢，没什么可稀奇的。中央有一些领导，就相当于你们那个时代的副宰相、六部尚书，还有各省的一些女的省长和副省长，就相当于你们那个时代的封疆大使之类的。这都是什么时代啊？阴阳颠倒，社会岂不秩序紊乱了？现在这叫男女平等，我们这个时代比你们那个时代强多了。男为天，女为地，怎么可能平等啊？真是世风日下呀！在我们这个时代，只要是不偷不抢，用什么方式挣钱都不丢人。你挣了女人的钱，女人又挣了男人的钱，哎，就一回事儿。对了，我应该给你好好安排一下你的人生计划。你一个小女子，怎么给我安排我的人生计划呀？摆什么皇帝的臭架子啊！你都已经落后1000多年了，山炮，你懂什么呀？难不成你还指望我来养你啊？你要不早点自力更生，我就赶紧出门。要不是看在你是古代人的份上，我早就甩掉你这个大包袱了。你以为你是什么呀？穿一身白就以为自己是白马王子啊？切！你不看看你的姿色，笑什么笑？我给你准备了2本书，你回去呢好好学习一下，要不然真变僵尸了。慢点儿。没事吧？什么破车啊！把稳啊，使劲儿！哎呀！坐稳了。哎，骑自行车那个人，好像是之前我撞的那个人。是他啊？啊，好奇怪啊！怎么了？我总觉得你们俩有点像。这，你们认识？哎呀，不是，就是那天去拍摄现场闹的那个神经病。这么巧？哎，等一下。妙芝，
皇后，你为什么总叫我妙芝？你跟她长得一模一样。我叫芬妮，是个演员。啊，我知道。我这2天天天在电视上都看到你，而且你的戏都一连重播好几遍。我是你的粉丝，你是我的皇后。我只是在戏里演皇后而已，不是什么你的皇后。你这粉丝也太可笑了吧！哦，对了，我们戏里啊缺一个替身，我看你挺合适的。替身是什么工作？替身就是在演员不方便演的时候，你来替他完成。哦，那方便留个电话？8653572133。572-133。对，狗改不了吃屎。哼。好了。哦，对了，那个你叫什么名字？我叫李欢。李欢。好，那打电话。好，拜拜。峰峰，峰峰，峰峰，又见到你的皇后了，色眯眯的老毛病又犯了。你的老毛病才犯了呢，又吃醋了吧？你才吃醋呢，你全家都吃醋。哎，我找到工作了。什么工作啊？当演员，芬妮给我找的。你还当演员呢？那可恭喜你了，天天可以看到你的皇后了。哎呀，说不定你演戏能演成大明星呢。哎，这不就是乐视新推出的4K 的电视？好清楚啊！哦，我又找到当皇帝的感觉了，受万人敬仰。哎，峰峰，明星这个工作太适合我了，简直是如鱼得水，太好了。哎，当明星除了受人敬仰之外，还有什么其他好处啊？啊，挣钱挣得多。哦，你像有一些一线的明星，1集电视剧100万，30集就是3000万，可挣钱了。哦，原来当明星这么赚钱啊！我觉得以你的姿色，肯定能成大明星的。走，回家我给你2贴美白保湿嫩肤面膜，给你敷一敷。哦，走。先生，您请。没问题啊，可以，我觉得没问题。就按你说的，这部戏啊，我们就拍这个。你呢，还是来演女1号。我觉得肯定会火的。哎，导演，好，这是我给咱们剧组找的替身，给大家介绍一下，他叫李欢。芬妮啊，你找谁不好啊？非得找个神经病来演戏？我不是神经病。哎，好了，既然来了，就坐下一起玩吧，啊！来，好，来吧。如此忤逆泼妇，不如即刻处死。3弟，你看他又犯病了。哎呀，翻滚吧，牛宝宝！难怪芬妮说你长得帅，真的是的的确确、千真万确，你就是帅啊！啊，行了，既然你叫我弟，那以后你就是我大哥了。兄弟。随意啊。对了，我还有个哥，不过呢，我跟他一点也不像，反倒是你，我觉得越看越亲切呀。你还有个哥哥啊？对啊，他呀就是那个大名鼎鼎的天才，学术界的大咖，天下的女孩没有不为他疯狂的。我跟他不同，不过呢，
我真的觉得越看你越亲切。你该不会是老爸的私生子吧？哎，你是不是有一个特漂亮的明星妈呀？都没有。行了，导演，来，哦，老板，看看怎么样？身材还算不错，这身手嘛，之前我们也见过了。对了，你今年多大？我1250岁。你看，还说不是神经病。哎，我哥这叫幽默，看我哥这样，也就25啊。来，来大哥，来咱们一起喝一个。庆祝你们兄弟团聚，我们干一杯吧！好，来来来，来，喝，干杯！干杯！皇上用剑刺向了和尚的胸口，女孩似乎听到了和尚骨肉分裂的声音。喂，小凤，你在家吗？我马上去找你。我们走吧。小凤，最近忙什么呢？忙着挣钱啊。你一个女孩子，那么拼命挣钱干嘛？据说我们国家以后会有6000万个光棍儿，为了社会不至于动荡，至少每个女人要娶10个以上的老公呢。所以啊，我要从自己做起，努力挣钱，辛苦就辛苦一点呗，以后可以娶100个老公，牺牲我一个，还有后来人，为了创造和谐社会嘛。你还真是深谋远虑，忧国忧民啊！应该的，应该的，太应该了。对了，你哥哥怎么样了？他挺好的，找着工作了。啊，小凤，怎么了？是这样的，我啊，从小到大一直在做一个噩梦。什么噩梦啊？我梦到有一个人一直在追杀我，他长得和你哥哥特别像。不会吧？怎么会有这么巧的事儿？我也不知道。但是更奇怪的是，他杀了我之后，有一个女子一直抱着我嚎啕哭泣。那个女子长什么样啊？我看不清，我一直都看不清她的样子。真遗憾。算了，不说了。也许只是一场离奇的梦而已。我们走吧。我怕你忘了回来，不记得我在，你就像天边的云彩，我
们下去看看吧。纠缠肩上，却没留下任何可能。在前世擦肩而过真心的人，回忆还残存。我们缘定今生，情分确定在了前生，用痴心等待和你再走一程。叶佳，你是圣诞老人吗？算是吧，要是能再找一双袜子，那就更像了。过来一下。小凤，你喜欢什么花？我喜欢。先生，给女朋友买束花吧。这样吧，帮我把这束花包起来吧。好的。好，谢谢。不客气。小凤，我把这个送给你，因为我觉得这个是最适合你的。谢谢。峰峰，看我给你买什么了？这么早就睡了？小凤，要不然我帮你拿着吧。不要，自己拿着才有幸福感。小凤，那你就回去吧。晚安。晚安，早点休息。干嘛呢？蹲坑呢？你拿着什么呀？什么破东西啊！
你穿这么漂亮，干嘛去了？好看吧？相亲去了，美吗？男朋友送的。你去见别的男人了，还穿这么漂亮？怎么啦？你能见皇后，我就不能相亲啊？不可理喻！啊，你也帮我拿着点啊，我脚都起泡了。啊！哇，好美的花啊！你可真土豪，买这么贵的花啊！哎呦，败家老爷们儿，够买1年白菜的了。这钱交给你。这么多钱，抢的啊？你才抢的呢！那哪来的？我今天签了个合同，5000块钱，人家给的定金。不可能，临时演员根本就挣不了多少钱。你不会是被皇后给办了吧？我要是真给皇后办了，你是不是特别高兴啊？那我现在就去找她叉叉哦，你是不是特别得意？哼，我就知道你不是什么好货，发情狗，不要脸！我不会拿自己的肉体跟灵魂去取悦任何人，我是个男人，怎么会跟猪肉一样放在菜板上去卖呢？在这个古怪的世道里，你都能生存下去，我怎么还能饿死啊？我就不信了，你等着瞧吧。给，我不要你的脏钱。蠢女人，我怎么就跟你说不明白呢？这是我签的合同，白纸黑字，上面还有我的画押。哎呦喂，你还真当演员了？哼，哪个导演这么不开眼用你了？哦，自古以来都是男人养家糊口，你不也说了吗？男人赚的钱要交给老婆管。哎，我可不是你老婆，你可要搞清楚了。皇宫里那个身体是冯昭仪的，我是冯峰，我跟她一点关系都没有，别毁坏我名誉啊！就算你什么也不是，我在这吃住，就当是交饭钱了。那你都有钱了，就搬出去住呗。我早就想搬出去了，你以为我喜欢住在这个破地方啊？会搬就好，会搬就好。你这个狠女人，把我卖到青楼，又害我生病，在我病还没好的时候，就赶我走。我就算不是你什么人，至少算个熟人吧。无情无义的女人。说的也是啊，要不然你在我这儿再挤几天，等你什么时候能完全养活自己了，再搬出去。那这样吧，这个钱咱俩1人1半，男人身上得有点钱。不过你以后可别买这么贵的花了，太浪费了。以后我做什么事情，我自己决定，用不着你这个蠢女人在这指手画脚的。